今集同大家演示五行相生嘅法則。嗱，首先啦，金係會生水嘅，大家睇唔睇到個箭嘴啊？咁我哋就可以想象啦，金屬器皿係可以載水嘅，所以就係金生水啦。然之後啦，水可以生木，大家睇下箭嘴，水生木，水可以灌溉植物、森林、樹林，所以水生木。然之後啦，住木取火，木生火啦。咁木生火就係呢一個森林可以着咗大火咯。然之後咧就係火生土啦。當一個森林着咗大火之後，佢嘅灰會跌落泥土，成為好多同埋肥沃嘅泥土啦。所以就係火生土啦。最後就係土生金啦。土即係泥土、石頭。泥土、石頭裏邊係會揾到好多金屬礦物，所以就係土生金啦。